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也是待降主日的第一周期待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抱着一颗期待主再来，能够预备主再来的时候那份盼望。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期待圣诞节的到来，我们更期盼我们能够预备主再来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预备、期待、盼望里面，主再来所要带给我们救恩、所带给我们平安的信息。求主你再一次带给我们生命新的盼望、新的看见。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如同圣灵的水流，如同江河一样，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活水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谢谢主，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全然恭敬仰望神，愿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灵的江河》，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在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呀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再次从头来唱的时候，邀请你把你生命的宝座敞开在神的面前，让神进入你的心，让神充满你，让圣灵来引导你的生命。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呀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来，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呀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呼求，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圣灵的水流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浇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活水不停息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呼求跟感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里面来彰显神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进到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江河流啊，在我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灵，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呀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极。我们欢迎你，生灵，我们爱你。主啊，我们喜悦，我们喜欢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灵，我们要用爱渴慕的心，让圣灵来不断浇灌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如同活水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涌流出圣灵的大能。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就亲自来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彰显神在我们当中所行的恩典奇妙大事，让我们透过行动来回应神，让神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能够透过回应神的生命来奉献给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来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请坐。这边牧师要来做消息的报告，在我们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第一主日，所以我们一起在期待耶稣基督再来的当中，我们盼望神所带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时时刻刻学习反省。我相信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也是在每一个信徒身上都要彰显出主的样式哈。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礼拜代降的第一个主日给大家的提醒。在明天我们主日礼拜当中，我们要举行这个第6次的圣礼典，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我们在会中我们要举行志明兄美珍姐还有美英姐他们的入籍立约的仪式。那也请大家一起在爱中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相伴陪伴，在灵命彼此牧养当中来建造神的教会。明天我们在会后小组正常聚会，也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听循主的声音。这台语叫做听谈听称，但是我觉得华语应该叫做听循。那循是什么？很多人就在寻找我到底怎么样去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可是听见神的声音要做什么？一定是要行动嘛，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再来的时候，到底基督教一个节期很重要，在讲说代降节是什么？代降节原文叫 Advent， 意思就是说来临了，就是等待耶稣再度降临。一方面是纪念他曾经降临过嘛，甚至也期待2次降临，所以代降节对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11月我们在11月最后的那一个主日开始算起，我们会持续有4个礼拜，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代降节的教导。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在做聚会当中，我们也都会点燃1支蜡烛。那每一支蜡烛都有代表它的意思也代表着希望、信心、喜乐和仁爱。所以白色蜡烛呢，则代表着是什么？是基督的蜡烛，就是基督的那个首要的。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烛光的意思，它象征的是什么？它象征的是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曾经说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点蜡烛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去回想，去纪念耶稣他曾经做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学习，包含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当你信这个基督教来到教会，你一定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你生命的光啊？到底你怎么走出你生命的黑暗？所以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应当要将救主所有带给我们生命的这个好消息啊，要怎么样？要传出去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得着光的人，就好像你得着了盼望一样，你的生命一定有主在你里头，会感觉跟你在一起就是哇，好喜乐，很开心，绝对不会是这样愁眉苦脸，然后很难过、很孤单、很孤寂，然后甚至有这种很愤怒那种感觉。所以，一个得着神的光的人，他的生命要常常带着以喜乐、敬畏的心来守这个主日所以代降节的这个期间我们都要用透过生命的反省跟行动来回应神。所以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实际上它代表着紫色的蜡烛，它代表着第一个主日，代表是一种期待、盼望。你要去预备、期待庆祝这个耶稣降生的日子临到，甚至呢能够一起在盼望基督再来。所以基督他曾经死了，也复活了，但是他也应许我们他会再来。所以那种盼望不是只有期待耶稣曾经来过，而是你要盼望主有可能再来。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是活在这个希腊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犹太人他们是受苦的，如同当时候阿摩斯在旧约，阿摩斯他曾经警告北以色列国，在社会上如果失去了公义，上帝会将施行审判，或者是犹太人遭遇敌人的攻击，导致他们受苦的在他们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无论这些苦难当中的自己或别人，或在外来环境，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要不要有盼望？要。所以我时常在我觉得最近
打开新闻媒体，我觉得越来越有盼望。因为在2-3个月前，1个多月前，每次只要看到不管是政党在批判批斗，都在质疑我们现在执政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到底这一群人他们在信什么？他们在追随什么人？什么领导者？所以我觉得一个追随领导者，这个领导者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格啊。所以这种品格，我觉得我们人都会，一般平民老百姓都会有。为什么这一些要做未来的国家领导者？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这么的恐怖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跟困难挑战当中，一定要对主、对这个上帝，还有对自己，还有对你自己的生命你一定要抱持着什么？要存着盼望，亲近主的心啊。所以那个钟兰，当你觉得你功课不好你要怎么样？你要有盼望你不要觉得你功课不好就算了，你一定要期待，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期不期待能够领受更好的福分、祝福？期不期待？如果你期待，你就要期待看待你的生命，看待你的这个学生的身份要怎么样？要比看待你做一个鼓手还要来得重要，因为这是你现在的本分所以呢，当你有这个存着盼望的心、亲近主的心，选择最好的福分这种态度，我跟你讲，上帝他一直都会引导着你的生命走在他喜悦的道路上。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段圣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耶稣他探访马大和玛利亚，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她叫做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面。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注意她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耶稣讲道，听他的道。马大呢，他事后的事情很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耶稣啊，我的妹妹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们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耶稣请叫她来帮我。”耶稣就回答说：41节，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她已经选择那最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她有一个最好的态度，对不对？从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好像那我们好像不用服侍神我们不用去张罗一些听着我从以前都一直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矛盾。耶稣如果你照你这样讲，我们是不是其他人我们不用去整理，不用去预备，好像不用招待人员一样，每一个人都直接就跑上来听牧师讲道就好了？可实际上耶稣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说，当我们所做的服事我们来看几个重点好了到底这个玛利亚她为什么她会坐在主的脚前？有几个生命的态度你要先预备好。就算你在做招待，当你在做外面的其他的服事，好像就像马大一样的这些服事，到底怎么做，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玛利亚她是在耶稣的脚前，不是在别人的脚前懂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代表她时时刻刻她喜欢跟随主她不是在人的面前有些人他喜欢怎么样？爱主不会比爱别人还要多他只要有人约他就走了他不会时时刻刻想到神。意思是说，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要时常要怎么样与上帝交通，与神同在。所以这个生命的灵性成长，一定要透过与主耶稣基督，透过与上帝的关系连结，才会让你的生命在寻找或学习当中会最快速所以学生时期牧师我记得我在求学的时期我敢说连要考试到了，我的父母亲都会跟我讲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去教会。要考试到了还是这样
那时候我就说我就读不完啊。我爸妈就跟我讲一句话：靠上帝啊！平时你不读，为什么在要考试到了你才要读？好像有道理呢。你把上帝好像是放在次等的地方啊。所以玛利亚她是在耶稣的脚前，不是在别人的脚前，这是第一件事情。她的态度是这种态度，所以她的生命的灵性的长大是用最短最快的方式能够达到与神的关系建立。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第二个就是他坐在主的脚前，不是坐在面前。好，注意这有什么差别？在主的脚前跟面前有什么差别？面前就是好像平等看待啊。好，反正耶稣你叫我做什么，我参考看看。可是如果我是在你的脚，那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那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我们从下对上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主他期待我们，他期待意思是希望我们用一个卑微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唯有你用谦卑的态度，你才能够得着神的赏赐。甚至呢，第三点，我们要知道玛利亚她是怎么样？她是坐着，她不像姐姐是忙啊，很忙啊。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生活是很忙的，还是像玛利亚一样，是会坐在耶稣的面前，时常回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啊？如果你时常都很忙，但是你却很少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这个牧师打错第一点应该是坐着，而且是安静的，常常会有属灵的能力会祝福在你生命当中。所以第四点我们要了解，我们玛利亚她是怎么样？她是在那边做什么？听啊。好，你有没有时常在听啊？主的道它是一种灵啊，就是一种生命啊。主的话语，它是不断透过道理、真理，是让人家认识他。所以他的听到这个行动啊，就是主有机会能够将他的生命的智慧赏赐给他了。所以我要问各位，有没有人他不喜欢听的？有，因为他喜欢听的是好听的，他喜欢听的是什么？音乐，他喜欢听的是很多别人对他的赞美。他不喜欢别人对他的教导，他不喜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如果你要听循主的道，你要听循神的真理，你一定要学习去听。好，所以我从以前我很喜欢听别人对我讲鼓励的话，或者是教导的话，甚至不好听的话我都很喜欢，因为那是我可以看出我自己生命的软弱。所以这个钟璇我自己本身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乐意、很喜欢听。他每次听到牧师给他的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哦，好，我知道了，谢谢牧师。”而且他还会说：“谢谢牧师哦。”你就会看出一个人他对于人家对他的教导跟鼓励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很重要。约翰福音15章第4节说：“你们当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枝条如果不留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由自己结出果子。照样，你们如果不住在我里面，你们也是如此，无法结果子。”所以我们要时常听神的话语，能够遵循神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份真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牧师去探访一个弟兄，那听他讲完以后，我发现他的生命好像你可以很容易去听到一个人在讲出他怎么在规划他的事情啊。基督徒也一样。可是当你听完以后，你会发现我会发现跟这个圣经箴言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圣经箴言有一句话说，16章9节说：“人心中筹划自己的道路，但耶和华决定他的脚步。”所以我要问各位，你的人生的脚步是充满平安的恩典的，是吗？你要去想如果你发现好像我的道路好像都是靠我自己我好像都在规划，可是好像我怎么走都不太顺遂，那你就要了解到底你是怎么在规划你的道路，而且甚至把你的生命是交给上帝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住在基督的里面。你要去思考你的生命怎么在基督的里面，让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所有生命里面的罪恶、死亡、恶者能够在神的面前无所遁形，也就是坦然面对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期待各位，我们能够学习在主的面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让生命能够让神所用，让主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所以在神的面前，期待我们学习来遵循神的道路。今天牧师要用短短的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也期待各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做突破跟改变。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在我们期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预备好，让主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晓得，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晓得，我们就如同在连结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要结出果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筹划生命的道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运行，时时刻刻在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耶和华亲自决定我们生命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神赐福大家，祝福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今天因为教会有一些事工需要再重新调整，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会比较提早来做结束。也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在期盼耶稣再来。圣诞节当中，我们不再是单纯去享受世界的荣耀、世界的美好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期待耶稣再来。圣诞节的到来，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让神视为最好的生命的道路。愿神赐福大家，也愿大家得着平安。